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10月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3篇，哈巴谷书第1章第5节到17节，雅各书第1章第2节到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信心的考验。信仰需要信心，信心需要经过考验。因为人总是会遇到困难，所以呢，必须要经历考验来建立信心。昨天呢，在主日的三峡教会庆祝社教149周年的感恩主日当中，信息牧师提到了要加添信心。因为门徒们认为自己的信心不足，所以就请求耶稣基督来加添他们的信心。先知哈巴谷书第1章第5节到17节提到了以色列人他们背离上帝之道之后遇到的惩罚以及困境，他们需要学习更坚定的信靠上帝。上主对他的子民说，留心观察你周围的国家，你们对所看到的会很惊奇。我要做一件事，你们听了都不会相信。我要使凶猛残暴的巴比伦人强盛起来，他们要横跨世界，征服别人的土地。他们令人惊吓恐惧，他们目中无人，以自己的意志为法律。他们的马匹比豹子还快，比恶狼还凶狠。他们的骑兵从远方来，他们奔驰而来，好像老鹰扑取猎物。他们的军队以凌人的气势推进，所到之处人人惊惶恐惧。他们的俘虏像沙粒那么的多，他们讥笑君王，嘲笑官长，他们堆筑土垒，攻取城堡，任何防御都抵挡不住。他们像暴风一样扫荡后就离去。这些人把自己的力量当作神明。上主啊，你从太初就是上帝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是神圣的，永恒的。上主，我的保护者啊，你选择了巴比伦人，使他们强盛，好来惩罚我们。可是你怎能忍受这些叛逆呢？可恶的人呢？你的眼睛太圣洁，你绝不看罪恶，也不容忍人民做坏事。可恶的人呢？你的眼睛那么他们毁灭比自己公正的人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说话呢？你怎么能把人民当作海里的鱼，或一群没有首领指挥的爬虫呢？巴比伦用钩子勾人，像钓鱼一样。他们用网网人，网到就欢呼。他们甚至膜拜他们的网，向网献祭，因为那些网带给他们丰足的好东西。难道他们要不断的使用刀剑，残忍的屠杀万民吗？以色列人面对敌人是非常的强大。上帝允许巴比伦来惩罚以色列人，使他们好像被鱼钩起来的鱼。面对这些困境，以色列人所需要的就是重新回到上帝，建立对上帝的信心。雅各书劝勉初代教会的基督徒要能够经历各种的试炼来建立信心。雅各书第1章第2节到11节，他说，兄弟姐妹，你们遭遇各种的试炼，应该认为是可庆幸的事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了考验，就会产生忍耐。你们要忍耐到底，才能达到十全十美，没有任何的缺陷。
如果你们当中有缺少智慧的，应该向上帝祈求，他是赐智慧给你们，因为他们乐意丰丰富富地赐给每一个人。不过你们要凭着信心求，不可有丝毫疑虑。疑惑的人好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，翻腾不已。这样的人三心两意，摇摆不定。别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。贫贱的信徒蒙上帝提升，应该高兴；富贵的人被贬低，也该这样。富有的人要像野花一样凋谢，烈日一出，热风一吹，草木枯干，花朵凋谢，外表的美丽就消失了。同样，富有的人在事业上孜孜经营，他们也会这样的衰败。就如同彼得要走在水面上一样，在心境上面，他就是要能够胜过这个风浪的考验，然后注目看耶稣基督，使他能够有坚定的信心来胜过苦难。否则的话，会在风浪的当中失足跌进海里。如果他能够注目的看基督，就能够经历风浪困境的试炼而更坚定。这不容易，但是信心的功课就是这样子，这是所需要的。诗篇第3篇，上主啊，我竟然有这么多的仇敌，有这么多的人攻击我，他们谈论着我说，上帝不救助他。但是上主啊，你是护卫我的盾牌，你让我得胜，使我抬得起头。我向上主呼求援助，他从他的圣山应答我。我躺下睡觉，我睡醒起来，上主都保护我。纵使有千万敌人围困我，我也不怕。上主啊，你来吧，我的上帝啊，救我吧。你击烂我所有仇敌的面颊，敲掉了作恶的人的牙齿。胜利从上主那里而来，愿他赐福给他的子民。恳求慈爱的主帮助我们经历困境，能够胜过考验，坚定我们的信心来信靠。特别帮助花莲光复乡的兄姐们，他们在困境的当中能够胜过这些考验，能够更坚定的相信依靠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